3間居酒屋，3種唔同嘅風格，到底邊一間先啱你呢？快啲跟我嚟睇下啦！台灣蔡家居酒屋呢個咁新鮮嘅配搭，你又試過未呢？打開 menu，你唔會見到一般居酒屋提供嘅串燒，而係滷肉飯同各款台式小食。櫻花蝦滷肉飯以經典嘅滷肉飯作為基底，加上酥脆而且香氣濃郁嘅櫻花蝦，配搭埋流心蛋嘅蛋香，結合咗鹹甜脆軟。而肉鬆蛋餅係相當受歡迎嘅台式早餐，蛋餅皮煎到微微酥脆，內層包住帶有鹹甜口味嘅肉鬆同滑蛋，口感非常豐富。台式豆包嘅豆腐皮經過滷製之後，吸收晒醬汁嘅精華，豆香味同滷水汁合二為一，食落 Q 彈有咬口，配搭埋酸菜餸就一流啊！鍾意食臭豆腐嘅朋友必點台式臭豆腐，食落好香口。而台南薑汁番茄嘅味道夠晒 fresh， 非常開胃。除咗台式啤酒，呢度仲有台式清酒、梅酒等等俾你慢慢嘆添啊！第二間居酒屋位於旺角鬧市當中，行過路過，相信好多人都會俾佢充滿濃厚日式風情嘅裝修吸引到，好似瞬間去咗日本咁啊！石板燒係呢度嘅招牌之一，除咗美國安格斯牛，仲有日本 A4 和牛同埋澳洲 M6 和牛可以揀，店員亦會貼心幫手燒埋。呢度最近亦都出咗一個清酒雜菌蠔鍋，除咗食蠔之外呢，個湯底亦都唔好放過啊！因為師傅用咗魚頭、魚骨熬咗4-5個鐘，冇落味精㗎，再加埋蠔嘅鮮味，所以好好飲。揸咗牛腸鍋，用咗和牛嘅脂肪，將佢炸咗之後，配搭油脂飽滿嘅牛腸，食到滿滿嘅福岡風味。呢度仲有冰庫縣生蠔刺身同清酒蠔，啱晒鍾意食生蠔嘅你啊！推薦埋呢2款特色酒俾大家。最後一間居酒屋定期舉辦南岐吞拿魚解體宴，60公斤嘅吞拿魚由頭食到尾，啱晒一班吞拿魚迷啊！主角吞拿魚由日本長崎縣原條直送，現場仲有大學日本文化講師講解日本和食文化同南岐吞拿魚每個部位嘅特別之處。解體宴一晚共有10道菜式，師傅會以切、炸、煮、隻、握、即等等嘅方法炮製吞拿魚嘅唔同部位，必食推介4款拖羅刺身，就連成條魚最稀有嘅魚膠拖羅都有得食，食唔夠仲有得免費追加添啊！另一款必食推介鹽燒吞拿魚下顎，外層燒到脆卜卜，油香極重，而且魚肉非常嫩滑。而吞拿魚壽司3味就可以嘆到中拖羅壽司、赤身壽司同埋火炙拖羅壽司。仲有呢款入口即溶嘅火炙貝鰭分身，帶有陣陣嘅炭火香氣。解體宴設有抽獎環節，幸運兒會獲得吞拿魚嘅特別部位菜式，例如鹽燒魚面頰、鹽燒魚眼、老天。客人更加可以親身喺魚身嘅唔同位置刮出魚肉，呢啲互動元素都幾特別㗎。原來居酒屋都可以有咁多元素，快啲 mark 低呢幾間去試下啦！留言話俾我知你最鍾意邊間啊！記住 CLSS、comment、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Vegeta 頻道，一齊發掘更多美食啦！